知你是掌管阮性命的主，伫大水泛滥时，你坐着为王。你爱阮放心，虽然世上有苦难，但你已经赢了世界。你要亲自，互阮平安，要甲众人同在。感谢天父，我要透早也要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你讲，当阮额头祈祷时，就爱先饶赦得罪阮的人。阮怎样饶赦恁，恁嘛爱怎样饶赦人。求主赦免阮有时无顺服你的教导甲提醒，袂记你毋肯饶赦人是得到你祝福上大的阻碍。求主帮助，伫新的一年，阮搁较顺趁你，听你的话，时常甲你的话放伫心内，刻伫脑海内，伫日常生活中活出好的生命见证，成做别人的祝福，来荣耀你。我嘛要求天父帮助，拍开阮心内的耳孔，听起你要透过牧师对阮分享的信息，互阮的灵命得到帮助。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罗马书第5章第1节到第8节。第1节，既然咱对神受称做义人，就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甲上帝有和睦的关系。咱对神通过基督，通进入现在地享受这个恩典，欢欢喜喜愿望，通分享上帝的荣光。无若安尼，伫患难中，咱犹原欢欢喜喜，因为咱知患难生出忍耐，忍耐生出老练，老练生出愿望，愿望袂得到见效。因为上帝通过赐予咱的圣神，将伊的疼灌入咱的心，咱要软弱的时，基督伫上帝所指定的日子，为着有罪的人死，替义人死，差不多无替好人死，检采也有人假。不过上帝对咱证明伊疼咱，咱也是罪人的时，基督有替咱死。愿上帝话成做咱的智慧甲帮助。这时，主日学要带咱来学罗上帝，因要吟的诗歌是《以马内利》。
愿一切水的歌声成做芳芳的节，达到上帝面前，得到伊的欢喜甲感纳。今仔日要为咱正道的是本堂林耀新牧师，伊要分享的题目是得书甲得胜的比较第2讲，将时间交予牧师。弟兄姊妹平安。咱真感谢主，今仔日咱的这个PPT 里面怎么没有 PPT？ 咱今仔日的这个主日是这个马街的这个纪念奉献主日吼，这个是咱真安尼特别，为着咱迄个算讲北部大会为着要庆祝马街来到咱台湾安尼150周年来设立的这个庆祝的这个主日，伫咧这个安尼。伊即个规个设计内面吼，总共有一连串的安尼的即个庆祝活动。咱安尼伫咧规个南阳区的即个正教会，也要配合伫咧即个3月初6，要来前往台北参加即个马街150周年的即个联合庆典的即个礼拜。所以也期待咱所有众兄弟会通伫咧3月初6迄天。安尼甲即个时间安尼甲空落来，咱教会也要安排即个野外礼拜的行程，咱教着安尼其他所有遮个正教会同齐伫咧台北迄个所在来庆祝即个马街来到咱台湾150周年安尼的一个庆典教会也会为着即个野外礼拜即个行程，也有特别的即个设计，所以请咱安尼为着即个一连串的即个庆祝活动来关心代祷甲奉献因为迄个安尼因大会迄边遐寄即个奉献地来到伫咱的教会的时间延前吼，我有问过其他的教会有已经拢有收到，结果咱教会无收到。所以即马伫咧周报内面藏着的即个奉献地就是安尼先用暂替迄个算讲过去迄个剩落来遮个迄个用剩的遮个迄个奉献地咱将即个奉献地先摕来占用安尼所以咱求主帮助咱会通安尼伫咧即个。教会内面一寡遮个联合的遮个礼拜，咱也会通共同来关心来一起同齐来参与互咱的教会也会通透过着即个安尼聚会彼此会通有更较侪的联系，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伫主你成的主你，主你搁一届。来安静阮的心，互阮会通伫主你的殿院内面，主阮全然来安尼将阮的心来展开，来专心来敬拜你。也愿你的神不断来安尼启发阮、启示阮，互阮会通伫主你的内面安尼得到主你丰盛的恩典。阮搁一届。安尼，主你恳求、祈祷，拢上个主基督圣名，阿免。咱伫咧咱今仔日的即个安尼，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即个经段内面，迄个伊讲基督是啥物时阵为着咱死？对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即个经文内面所提起的，就讲是伫咧咱抑阁软弱时阵，咱安尼迄个要软弱时阵，即个短短的即段的即个语言内面所咧描写的，就是安尼一个安尼的一个状态。什么款的状态？就是伫咧咱的罪安尼
安尼抑个伫咧做的即个权势下面，真有敢若有力做歹，无力行好，安尼的迄款的情形下面，咱伫咧迄款安尼的迄个情形的下面，所以伫咧安尼的即个状态内面，咱会通看见的就是咱的罪过因为即个安尼罪恶，咱的过犯因为罪恶来死，亲像以弗所书内面所提起讲，因为恁犯罪背逆上帝，灵性就伫咧迄个所在安尼来死无。而且伫咧即款的即个迄种安尼讲，即个状态的内面，咱认真讲，咱讲叫做咱完全无能为力。但是因为基督伊照着迄个真特别的即个时刻伊为着即个有罪人安尼迄个指定的日子，有一个指定的日子，为着咱遮个无敬虔的人来伫迄个所在来死。一个顶头先得着救的人，当咱伫咧看即段经文的时阵，会互咱有一个安尼感觉着惊的所在，就是伫咧上帝伊迄个规个救恩的下面，竟然有一个时间是上帝囝为着咱来死安尼一个时间，是安尼即个时间是上帝伊伫咧一个真永恒的迄个救恩的计划内面，伊定落来一个时间。当基督被定死的迄个定死伫咧十字架迄个时阵来伫遐来得到实现。所以伫咧咱今仔日咱的经文的内面，伊伫遐提起着讲，为着义人死替义人死安尼差不多无，替好人死检菜也有人敢。即个伫咧即个所在所讲的迄个义人，伫咧即个希腊也是即个罗马的即个文化中间，是指着用着即个社会道德的标准，伫迄个所在来看。有安尼搁较悬正面价值安尼迄个安尼的一个人，因伫咧所在，因伫遐遵守做遮个社会的遮个规条、遮个规律，因伫遐安尼真讲品行真端正是一个模范的一个公民。但是虽然是安尼，但是因犹原伫别人的眼中安尼，虽然是敢若一个义人，却无人愿意来为因来替因死。另外就是伫咧讲到即个好人，也是讲迄个伫咧和平的迄个讲叫做仁人，种伊特别指着某一种某一种的人伊对人安尼行了侪而且好，而且好事等等遮的，直到有人为着要报答伊的即个好所行，甲伊的恩典，所以伊安尼讲啥，或者检采。安尼有人为着伊来死，即个检采会通讲有迄落表达出一种的迄个可能性，可能有人安尼敢安尼做，但是并毋是一定会安尼来做。伫咧即个所在，即个义人甲着即个好人，还阁无人愿意替因死，安尼咱会想想象讲。佫有啥物人会为着遐个无敬虔的、无有价值的遮个罪犯来伫迄个所在来死？但是伫咧咱今仔日咱所看即个罗马书内面，保罗伫遐宣告讲安那，伊讲不过上帝对咱证明伊疼咱要是罪人的时阵，基督有替咱死。伫咧即句话内面，甲着头前迄个咧讲到迄个检采这是真做一个对比。伫咧迄个中间，伊讲到即个基督为着罪人死的时阵，伊毋是讲迄个一个可能性，伊所宣告的是已经发生的一个事实。所以伫咧即个所在，伊遐讲到讲迄个，伫咧华语来讲显明伊伫咧所在真清楚伫遐讲，迄个伫遐证明，伫遐来示范，也是讲伫遐来安尼讲证明即种的迄个显明，也是讲证明伊的目的是要啥？是要看见迄个，互看见人明白遐某一寡代志，也是其中的一个道理。如果上帝无将即个耶稣基督的即个十字架来放伫咱的即个目睭前，咱就毋知影讲上帝听
是偌啊年啊长看关心。搁现在伊用着伊的囝的迄个死来咱来证明伊会听。所以伫咧即个所在，不管是华语的显明，还是伫咧咱台语咧讲的证明，伫咧即个所在，拢伫咧原文的内面是用着一个用现在式的一个动词。伫迄个所在来安尼讲出耶稣顶十字架真做一个历史的一个事件。虽然已经发生，但是上帝悠然继续安尼照着即个顶十字架的基督，伊伫遐来显明，还是讲伫遐证明着上帝的听，叫咱安尼一个看到即个顶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就看见上帝的听，叫咱会通安尼一个经历到即个安尼基督的即个十字架，就通明白什么是上帝的听。所以圣经伫咧其他的即个经卷内面，有也有讲到一寡讲到上帝的听的即个经文。第一个就是伫咧即个像约翰一书第3章第16节，伊讲到基督为着咱牺牲性命，对安尼咱知影什么是听。第二位伫咧所在，又讲到讲上帝找伊独生的囝来到这个世间，要互咱对伊来得到活命，对即个上帝的听显明伫咱中间。伫咧启示录内面也有安尼讲，就是讲伊听咱为着咱流血牺牲来讲讨放咱脱离即个罪。所以圣经伫咧这所在。伫真济所在，拢不断伫遐来启示迄个上帝的听。伊伫咧所在，咱会通看见迄个意义的迄个界定是非常的严格，毋是无条件的。当上帝听临到咱的时阵，咱就知影基督已经为着咱的罪来死。圣神也安尼将咱迄个顶头生伫咧基督的内面，咱就成做一个咱讲新造的人。咱对基督内面来得到迄个新的生命内面咱要有一款安尼的迄个特质，什么款的特质？就是当咱有基督的生命的时阵，咱就心内会开始怨恨即个罪恶，要爱来追求迄个圣洁，愿意用着咱家己的一生来伫遐来荣光上帝。当咱认捌到即个上帝听的时阵，咱要搁甲伊转台来讲为虾米上帝爱咱看重迄个得着人的心较赢过伫迄个得着迄种做好代志。咱大先爱来去了解到咱人到底咱人是一个虾米款的人。上帝创造咱人的时阵，伊将人安尼当做伊的囝儿。毋是当作奴仆。伫圣经内面安怎讲？伫路加福音内面讲亚当是上帝的囝，所以主人伫咧迄个中间看见着即个奴仆的时阵，伊所看见的是啥物货？是看见伊爱交代伊的代志，爱做好势。但是咧，咱若看见迄个老爸。咧看对迄个拢咧看伊的囝儿的时阵，所要得到的是啥？为着要得到伊的心。教会也同款，教会是一个啥物款的组成？上帝伫咧决定迄个教会时阵，伊将即个教会是当作是一个咱讲叫做是一间的一个家庭，毋是一间的即个公司。圣经内面安怎讲？伊讲。即个家就是真活上帝的教会，也就是真理的迄个讲迄个注释甲着地基。所以咱会通伫咧即个所在，咱会通看见，咱会通看见讲，咱诚做上帝家厝内面的一个迄个家内的人的时阵，上帝伊是咱的天父，咱彼此拢是兄弟姊妹，所以迄个。厝内人所看重的是啥？是要看重迄个得着心，要彼此伫咧中间相听，毋是伫遐来看重代志，直到干那要求做好的做好代志，却无法度得着人的心。所以咱会通看见，就是
伫咧咱的即个所在内面有一寡时阵，咱可能安尼讲，迄个弄错了方向。什物款的方向？伫咧教会内面咱会通看，咱有当时咱伫遐看重心，是伫遐个所在伫遐看重所做的遮个代志。如果咱若看重讲得到代志，教会就若亲像一间的公司安尼若定。公司伫遐注重，伫遐将迄个事工来甲做好势，代志甲做好势。因为伫咧人安尼无法度得到咱的要求的时阵，咱就会安尼伫迄个所在设定做的做安尼，咱讲法律规条伫迄个所在，为着要互一件代志来做好势。但是咧，上帝伊原底本地互人。互以色列人到底是几条诫命？总共是干那10条的诫命。伫迄个10条的诫命内面，为着第头前4条是要得到上帝得神的爱吼，要安尼疼上帝。后壁剩的6条，拢是为着要疼人。伫迄个所在是要得到人的心，来伫遐来建立上帝甲人的迄个甲人的关系，吼彼此。上帝甲咱的关系，以及咱甲人的关系，但是咱会通看见以色列人因后来却伫咧即个10条诫以外，佫增加613条的即个命令。伫咧律法的面顶，佫加上佫较侪律法；伫咧命令的顶面，佫加上佫较侪的命令，要求人甲代志做好势。律法诚做人的迄个重担，安尼担袂，甚至甲担袂起。所以人就伫咧迄个律法的中间向甲安尼非常的艰苦安尼哪服侍哪忝，落尾手诚做律法的迄个奴隶。看重即个代志，教会就诚做一间公司。公司是组织的一个迄个咱讲组织导向吼，用着即个地位，用着。权利要求人伫迄个所在爱安尼来听命令。公司是一个迄个事工的即个咱讲导向，伫咧中间用着即个事工的即个成就伫遐来安尼咱讲奖惩吼，讲迄落安尼天罚是来奖赏人的所做。公司用着侪遮个律法规例来安尼，为着要互代志做好势，做代志变甲安尼只有压力所做愈来愈侪，哪来袂安尼讲袂快活。另外一种就是咱要安尼要安怎互咱的做会通成做一个真正确的做。伫咧教会内面，咱就应该看重来得到人的心。教会就若亲像迄个厝内人，迄个一个家庭共款。即个厝看迄个家庭安尼看重的是迄个彼此之间的迄款的关系。伫迄个中间注重的是要得到人的心。当咱伫遐愿意来承担别人的责任的时阵，咱愿意伫迄个所在来付代价。咱甲人的迄款安尼关系，就安尼会通来得到建立。大家自然会伫咧迄个中间，伫遐来心甘情愿，来伫遐尽力伫迄个中间来服侍。做代志的果效，安尼会超越伫咧迄个律法要求的迄个顶面，根本就无需要用到迄个律法来伫遐来推动，也是伫遐来监督。咱是大家人伫迄个中间安尼一边做事工，一边伫遐安尼有真好的一个享受。就较亲像老爸伫遐来照顾着伊的儿女会通安尼，毋是安尼讲为着要甲一件代志做好势，安尼亲像咱咧讲咱咧请的迄个安尼讲迄个保姆，但是咱是要为着要得到心，要得到人，所以伊。所做的是超过就讲迄个律法的迄款安尼的要求，所以父母伊对伫即个儿女，伊是迄个24点钟的迄个同伴，甲着迄个照顾，
伊袂讲哦，即个时阵是我爱休困的时间，所以我无要为你做啥物款的代志。所以咱会通知影，迄个为用着心来伫遐来听伊的儿女，共款伫咧教会内面嘛是共款，看重心为着要得到人的心，教会就哪亲像一个家庭共款。所以，即个家庭是关系的一个导向，来伫遐来建立关系，来产生一个真良好的一个互动，甲着会通将即个每一工代志拢会通做了真好势。即个家庭的性命的迄个导向，伫迄个中间是为着要来培养即个性命。性命是一个安尼诚做一个有安尼讲性命力安尼迄款的家庭。即个性命的健康会安尼讲健康成熟，自然就会将迄个每一项代志来甲做好势。所以咱会通看见，迄个看重得着人的心，就会通互人的迄个心安尼得着健康，得着成熟。所以咱会通看见，伫咧咱的所领受的内面，咱会通看见，咱讲所谓的叫做讲义句。要安尼，互人来安尼递到死无，但是咧，迄个经文的意思，要来互人真正得着来得着我，讲叫做字句叫人死，安尼迄个精义叫人活。所以咱会通用着迄个咱的灵伫遐来圣神伫遐来培养咱的灵，伫遐培养咱的性命，毋是用着咱的义句伫遐教条，伫遐来要求即个性命着爱做安怎？伊是用着迄个心来安尼拍动人的心，用着迄个伊的心伫咧中间用心来付出，就来得着人的心。这就是一个家庭会有迄款的现象。所以伫咧咱的即个自然界的即个定律的内面，甲着即个灵界的即个定律的内面，有一个真共同的一个迄个咱讲迄个定律，咱会通看见，就是即个万物拢是伫咧即个上帝用着伊的真理发出上帝的道所做成的。所以每一件代志拢有伊的迄个道，甲着伊的迄个道理伫咧迄个中间，拢有道理。通好伫迄个中间来去敲找，对伫即个道理内底，咱会通找出一个原理。对原理内面，咱会通来认捌真理。所以今仔日咱伫咱的教会内面，咱的服侍，到底咱是感觉安尼是有压力的，是你伫咧哪服侍哪甘甜？所以咱会通看见的是会通看见一个有两个真理。第一个就是就是你。种什么的，就会通互你收着什么货。咱讲众事得事，众心得心，共款。咱若伫咧迄个中间，安尼看重迄个做好代志，就会安尼常常伫迄个中间，只有感觉到侪压力。但担心即个代志做了无好，咱若是看重要得到人的心，就会安尼就袂伫遐来感觉到安尼有侪压力，反倒是会通享受伫迄个中间。因为咱伫遐哪做哪甘甜，伫遐彼此之间咱会通安尼讲心领神会，伫咧每一件代志顶面安尼，甚至讲咱讲目睭安尼捏一下，咱就知影讲伊到底咧想啥物货。彼此之间会通做真好的同工，就袂伫迄个中间有安尼感觉有压力。家己所做的代志，迄款的迄个做代志迄个感受伫迄个中间，咱看重代志受到是迄个压力，甲着迄个伫遐安尼伫遐吞忍，伫遐啉，安尼伫遐安尼真艰苦事。但是当咱伫遐来安尼为看重要得到人的心的时阵，咱伫遐所得到的是啥？咱所受到的是迄个安尼快活，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来享受。过来就是咱会通看见着咱所结的迄款的果子就会通看见咱本身，看迄个感受，甲着迄个反应的结果，就会通认出咱所看重的到底是迄个咱所看重的迄个价值观到底是甚物款。当咱来看见别人伫遐来做毋着代志的时阵，咱的反应
就会通看出咱到底所看重的是甚物货。如果咱一件代志，咱伫迄个中间做了无好势时阵，咱伫遐来生气，就表示咱伫遐看重的是要来将即件代志做好势。但是咱若是所看重的是为着要得到人的心，所以当别人伊伫迄个中间来做毋对代志的时阵，咱毋是伫迄个中间伫遐来生气，伫遐来安尼骂骂，咱是伫遐来中间为着要来把握机会，要来得到人的心。就较亲像讲，咱伫咧咱的日常生活中，咱若就假使讲，亲像讲咱的囡仔，安尼将咱的即个车，咱伊开着咱的车，将即个车甲弄歹去，如果咱若伫迄个中间来生气，就会因为即个车去互弄歹去，即件代志来伫遐来责怪即个囡仔，就是责怪即个人。安尼的时阵，会互即个囡仔安尼感觉伤心安尼难过。如果咱若伫遐来看重即个要得到人的心的时阵，咱会将即个人看甲比即个代志较重要。所以，当囡仔安尼伫遐将即个车来甲弄歹的时阵，咱应该第一个关心的是：你有受伤无？你有安怎无？搁来承担着即个将即个车来甲修理好，安尼一个责任。因为咱做父母的，咱有迄个责任来伫遐来安尼，毋但干养饲咱的囡仔，也伫遐来教导咱的囡仔，为着要来负起咱的囡仔伊所做的遮个代志，所做了无好势所在，咱爱负起迄个责任，来成做咱的囡仔安尼得到咱的囡仔的心安尼一个机会。如果咱若不断伫迄个中间来伫遐骂骂，互囡仔看见的是甚物货？我的父母较看重即台车，比看重我搁较济，敢毋是？当别人伫遐来做毋对代志，迄个做毋对代志的时阵，咱其实有四个机会，通好来互咱做一个调整，就是咱会通伫遐透过着解脱，以及咱的反应，以及咱所表达的，以及咱的回应来做真好的机会，通好来调整咱甲着对方会通有一个真好的关系，通好伫咧看见咱的内心、咱的内在的迄个真实的迄个性命，通看出咱到底是用着咱迄款安尼只有看见家己安尼迄个性命，是看无家己，只有看见对方、看见上帝安尼的一个性命。咱是要用着一个骄傲的迄个态度，是要用着一个谦卑的即个态度来看待每一件代志。如果咱选择毋对，咱迄个无掠着机会，咱就安尼失去迄个安尼错失迄个改变，以及咱甲人之间的迄款安尼建立迄个真好的关系，咱讲契机。所以，伫咧咱会通看见的，就是看重即个安尼做好代志，当做损失，结果咱就会安尼来伫遐来生气。咱若看重要得到人的心，将安尼每一件代志当做是一个机会，会通来得到人的心。安尼时阵，咱就要得到迄个人伊的心。上帝伊互咱的一个榜样，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榜样？咱会通对伫咧即个创世纪内面通看见，当亚当夏娃伊伫咧迄个伊食着迄个分别善恶树的即个果子的时阵，伊伫遐来背叛上帝，伊无听上帝的话，上帝的反应到底是甚物货？我毋知影，咱会用小可来回想者，上帝怎样来敲找亚当？伊安怎来问亚当？伊伫遐，上帝安尼问亚当的第一句话到底是甚物货？咱会用小可来想象上帝的反应到底是甚物货？上帝伊反应毋是讲你做了什么款的代志，上帝乃是问亚当你伫倒位？上帝无针对亚当所做的代志，伫迄个中间伫遐来责备亚当，也无因为安尼伫遐个所在来生气。伊所看重的是亚当所做的即件代志，乃是亚当伊即个人，
上帝也因为亚当夏娃因安尼的犯罪，所以伊也为着人的缘故，伫迄个中间，伊开始伫迄个中间开始伊的迄个救赎人类的一个安尼形成。所以咱就通看见，规个圣经，咱若看规部的圣经的时阵，咱会通看见，迄是一个上帝救赎人类的一个历史。上帝用着每一种的方法，伫迄个所在，伊透过伫遐来竞选即个亚伯拉罕，期待亚伯拉罕会通成做世间人的祝福。伊伫遐来竞选着即个亚伯拉罕伊的即个后裔，对即个以色列人，因伫会通建立一个圣洁的即个族群。伫迄个中间，期待会通来影响成做正人的祝福。伊也伫迄个中间落尾手，甚至伊伫遐为着世间人，伊家己亲自落来即个世间来为着要来拯救人。所以上帝伊对咱的疼是到安尼迄款的程度。所以伊伫遐讲，不过上帝对咱证明伊疼咱的腰是罪人的时阵，基督有替咱死。所以耶稣为咱死，毋是因为咱有做啥物款的好的代志，乃是咱还佫伫咧做罪人的时阵，伊就为着咱世间人来伫迄个中间来付上代价，是为着要得着咱，互咱有机会会通重新搁一届转来到伫上帝的面前。所以上帝疼咱，是因为咱无好，毋是因为咱好。上帝疼。伊迄个是一个名誉安尼的疼，毋是用着迄个利益来成做伊的前提，乃是用着伊家己牺牲，伊迄个疼安尼迄款的前提。当咱要搁做罪人的时阵，咱安尼做毋对的时阵，咱要搁软弱的时阵，咱做无好的时阵，当咱伫咧做，甚至甲伊是做对着的时阵，伊伫咧中间，上帝伊就来，伊的疼就来咱来显明。所以，上帝将咱迄个犯罪，咱所犯的迄个罪的时阵，伊当作是一个机会，伊为着咱来牺牲，替咱安尼，互咱会通来认捌伊的疼，来恢复伊甲原底本地甲咱迄个关系，是一个啥物款的关系？是一个安尼，当爸仔囝安尼的关系，为着要得着咱的心，要得着咱安尼的人。要得到也要得到咱所做的每一件代志。所以，当咱安尼，当将咱伫咧未来咱安尼去到伫即个天顶，甲着基督同齐做王的时阵，咱伫迄中间同齐甲着主伫遐来管理伊所做所有一切遮个万物的时阵。伊期待咱会通甲伊同齐伫遐来同齐管理伊所做的万物，这就是上帝奥秘甲伊所定的迄个真永恒的计划。咱就会通看见，咱若对创世纪来看，咱就会通看见，上帝当初是创造人的时阵，伊是爱人伫遐来管理即个伊所创造的即个世界，无拍算人伫迄个中间来犯罪，直到落尾手。被赶出爱丁龙，但是并毋是因为安尼就安尼代志就煞，上帝就开始一连串的即个救赎的计划临到伫即个世间，为着要挽回咱遮个有罪的人，要互咱会通恢复甲伊有迄个重新和好的关系。迄款咱的和好的关系，也就是咱会通搁一届重新转移到伫即个爱丁乐园，甲着主同齐伫遐来管理伊所创造的即个世界。所以求主帮助咱，主伊怎样安尼用心，为着要来安尼得着咱，安尼时阵，咱要怎样来做？咱要怎样来回应咱的主？牧师共款伫即所在有两个问题伫迄中间，咱会通好好伫咧即个礼拜，咱好好来想。伫咧你的家庭的内面，伫咧教会内面，咱到底是看重要得着人的心，是要干那为着要甲将代志做好势？
咱用着什么款的标准来看待咱所拄着？不管是伫咧咱的厝内，是伫咧教会，甚至咱伫咧你所安尼所接触到你的你的工作，你安尼甲社区等等这些关系，咱用着是个什么款的心情、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第二，当别人来犯了过错的时阵，咱对咱的反应，要看出咱所看重的到底是要得到人的心，是要得到将代志来甲做好势。咱敢有愿意来用着得到人的心来对待每一个人？就算伊为咱来犯错误的时阵，咱敢有要为着这个人的缘故，咱要愿意来挽回伊的心，亲像主耶稣同款。当咱还阁做罪人的时阵，伊就为着咱的罪来替咱来钉死伫十字架顶。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透过着安尼即个多马斯内面，互咱搁一摆受到提醒，互咱会通重新来检讨反省咱到底咱安怎来看待每一样代志，互咱会通安尼学习主耶稣的模范。伫咧每一件代志顶面，咱拢为着要得到人的心，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搁一摆将阮家己摆咧伫主你的面前。主，阮也要承认，因为阮伫咧即个世间受到世间的即个价值观的影响，抵到阮的心。互即个世间所捆绑，直到阮伫咧看待每一件代志的顶面，主，阮毋是用着你的心来看待每一样代志，乃是用着即个世间的即个价值观来做判断。但求主怜悯阮，也帮助阮，用着你的疼，你个无比的疼来挽回阮的心，也互阮欢喜来安尼学习主耶稣的款式。来为着要得到每一个阮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主检察阮还阁有侪侪软弱，阮还阁有侪侪硬心，恳求主圣神不断来提醒阮，也来帮助阮，互阮会通伫咧每一件代志顶面，阮会通安尼照着主你所教示的，阮安尼欢喜来跟对，欢喜来学习，互阮会通哪来哪好哪来哪有基督耶稣的香味伫阮的心内，互阮会通安尼伫咧日常生活中来安尼发出、唱出基督的香味，互阮四周围的人、阮的厝内的人、阮的亲情朋友、阮的同事看见阮所发出安尼迄款的性命，就将一切阳光来归伫主你。祈祷靠着主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咱同心来吟诗，圣诗543首。我爱学主的款式来回应上帝的话，请起立，吟全首。我有主的
这时，请咱同心来奉献，请陈文兰执事、曾子祥执事来施献。请起立来吟奉献诗歌。主耶稣啊，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和心意来奉献。我们是你重价买来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讨主你的喜悦。求主悦纳我们的奉献，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请坐。好，请咱同齐来读本周的金句。罗马书第5章第8节。不过上帝对咱证明伊疼咱，咱要是罪人的时，基督有替咱死。佫读一遍。不过上帝对咱证明伊疼咱，咱要是罪人的时，基督有替咱死。这是咱来迎新报告。报告大声，敢有新的朋友伫遮甲阮做礼拜？好，若无，咱来看报告。报告事项第1点，本主日是马街纪念奉献的主日，这个奉献拢要互做庆祝马街来台150周年，逐项的庆典活动使用。礼拜后要召开中级会甲小会。第2点，本会王一兰弟兄伫20日安息主怀，定伫29礼拜六下晡3点，伫本会礼堂举行告别礼拜。27也就是拜四暗时啊，7点半伫上家举行安慰礼拜，愿上帝的灵亲自安慰遗族。27号拜四暗时啊，迄天周氏的小组暂停一摆。第3，本会5秀和执事的父亲吴正成弟兄伫20日中昼蒙主运调，愿上帝的灵亲自安慰遗族。第4点，24到26拜一到
拜三牧师要参加总会、牧团联会，无伫教会，牧师无伫个期间，若有啥物紧急的代志，请通知代志长老帮林慧甲庄方的长老先处理，牧师转来再搁煞来处理。第5点，2月初1拜日就是农历正月初1，上午9点举行新春的礼拜，欢迎兄弟伫新春的开始，全家拢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具体消息，第1点23拜日的下晡2点至济南教会礼堂有举办新册的分享，甲七星中会教育部公岛的培训现场同步直播，邀请中一个人工伫中一会以后同齐来参加，也是观看线顶的直播录影。大岛事项，请看本会每周的大岛函。注意事项，请兄弟来看。好，顶周聚会出席的奉献报告，请大家来看。事项表，请澳洲服侍兄弟备办心。会计报告，请过目，若有毋对，请往财务同工来订正。请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伫新的一年，求你帮助阮，会晓孝顺家己的日子，通得到智慧的心。新的一年，你要赐予阮一个新的心，有感恩、怜悯、替人祈祷的心，为全球天灾人祸、新变种的病毒、疫情得到控制。疫苗顺利生产，确诊者得到医治，也保守台湾疫情指挥中心团队甲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会当同心合力度过这个疫情，保守教会新的一年宣教事工、社区弱势关怀、设教70周年献堂，拢有圣灵的光照甲引带。保守教会兄弟的新生灵得到养壮。你讲病痛你要医治，跋倒你要扶起来，忧伤你要安慰，野善你要看顾。感谢天父，伫遮我嘛要感谢天父你的怜悯，煞了王一兰执事、吴秀华执事的父亲吴正成弟兄地上的病痛，安歇伫主的怀抱，求主亲自安慰医治。感谢天父，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吟祝福的诗，圣诗第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线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吟全首。阮的主，我满心感谢你，借着你今仔日所透放你家己的话语，来搁一摆来对阮来唤起，互阮会通用着心来听阮四周围的人，也用着阮的心来做好每一件代志，互阮会通来得到正人的心，互人因为阮所行所做来安尼。归荣光伫主里，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
各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只要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生啊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后尾。阿免。请坐，列岛避讳。